台南永康区的正中里村透过公办都市更新，取得110号的社会主体，目前工程进度已经超过一半，预计10月完工，明年顶半年就当搬入去住。对此市区盛大举办平安祈福典礼，正式上牛。那我们用掌声喝彩！我们台南公仔的金刚经这两郎即将在我们所有见证的上梁大旗即将承建。谢谢我们施工单位，也谢谢老天爷的配合，所以说工程进展很顺利，也期待接下来能够很顺利取得110户以上的这个社会住宅，而且取得公共设施，取得公园用地接下来我们隔壁的立体停车场还可以取得礼仪活动中心以及亲子幼儿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公私协力，中央跟地方的配合。其中委贴除了强调台南社会主体透过公办都市更新的方式取得，虽然较开时间，不过却当节省济公看。同时间嘛是台南第一批完工的社会主体，希望厘清外团台南拢无社会主体消息。对于某些人为了选举，然后却一直在污蔑台南，说没有听到台南有这社宅这个部分我们还是要清楚的说明。这个社会住宅是102年在赖清德担任市长的时期，就跟营建署来进行规划，到108年就我担任市长的4月份开始动工，109年、108年动工。那你知道不？社会住宅盖个房子不是说今天说盖明天就好。所以说需要有时间规划，土用地取得。我们透过都市更新的方式，也是比较花时间的。因为台南市的财政不像有些城市尤其像台北市一样那么有钱那所以说我们就一步一步做，稳扎稳打的做。大桥统计，目前全市兴建甲规划当中的公共主体大约8402户已经动工到厝。而且公办多经7个案，就节省200亿的人民汇款钱，提供上千户的公体。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